我寻遍了整个祁连山，此花最为漂亮，送给你。有一句话，我放在心里很久很久了。踏春，在哪儿踏春啊？这林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。小纸人，小纸人，定是被靖远的妖君发现了。 何方小小，竟敢跟踪本君？北海上君高抬贵手，小人不是小小，小人是青池宫的家业啊。家业，我倒是听后池提到过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青木上君竟然认得小人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不，三生有幸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上君放心，小人绝对没有坏心思，只是想不到有朝一日竟能见到您的真人。 你是说我在青池宫很有名？自然有名，我们日常听的话本戏本可都是您的事迹，什么醉探天宫惠公主，还有北海一剑斩群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些都是别人胡编乱造，信不得真。我问你，既然你们都听过，后池不会也听到过吧？那倒没有，我们小神君这半年来日日苦修，可没兴趣琢磨这些。那就好。 上君，如此说来，您对我们家小神君是真心的喽？那当然。那我们小神君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让他知道。去妖界，恢复灵力。若我有上神之事，或许青之宫就能回到以前的模样了。 我寻遍了整个祁连山，此花最为漂亮，送给你。有一句话，我放在心里很久很久了。我想跟你说，这花从哪儿采的？后山西边。是不是只有那儿有，别的地方都没有？你怎么知道？ 就这几束，我全都采了。这是长雀从蛟龙族求来的无价之宝，有来入药的。他花了100多年的时间，终于把他们在祁连山培育成功，总共也没有几株。他日盼夜盼，就等着这花谢了之后结出果子。你可倒好，全给毁了。那我再给他种回去。那还能活吗？ 哪个缺德的小毛贼把我的药花全给采了？有没有脑子？这花是用来摘的吗？我定会帮他寻回种子。傻子。